咱来看巴基斯坦有一场政治集会发生自杀炸弹的攻击，这个爆炸目前是已经造成44个人死亡，200人受伤。不过目前是还唔知影是虾米人或者是虾米组织犯案的。 警方表示，救援行动已经结束，所有受伤的人拢已经送病院，其中10几个人伤势正严重。当局讲，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，地区变进入紧急状态。 警方讲有证据显示，爆炸是因为自杀炸弹攻击，动机也无清楚。这个区域已经封锁。伊斯兰生学者协会、法查瑞曼集团3站伫咧西北部的开伯普赫图赫瓦省的巴焦尔首府卡尔举行政治集会，几落百人参加。由基金穆斯林教师拉赫曼所领导的伊斯兰生学者协会、法查瑞曼集团是巴基斯坦主要的宗教政党，也是联合政府的党员成员之一。因为年底就要选举啊，真侪政治活动。爆炸发生迄当阵，拉赫曼人无伫咧现场，不过当地领袖西奥拉是不幸死亡。目前也无人或者是组织出面讲犯案。不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伫巴基斯坦的地方分支，进前不讲巴焦尔几落件攻击是因做的。巴焦尔不是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安全避难所。不过这几年巴基斯坦军方对因展开大规模的扫动，因也常常攻击军方加百姓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